在桃园龙潭有一个马场，叫做希望马场，是专门服务脑性麻痹、过动、甲自闭症的囡仔来上课、甲复健的马场。每个月拢会规划课程来互这个囡仔做复健甲治疗。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坐伫马顶悬展现自信的笑容。11岁阿婷自来就得到罕见疾病免克斯症候群。因外妈讲，阿孙仔接触美术的治疗已经4年啊。心头起坐伫马顶悬，还要有人为后壁甲喊咧，若无就会跋倒。到即嘛已经会当家己骑马，是进步真多。108年就开始了。他当时来的时候要推娃娃车，走路也是摇摇晃晃。最好的是行动方面，还有跟人接触。美术毋但是一种运动，嘛是一种辅助复健的方式。桃园龙潭有一个希望马场，大概月差不多拢会有70至80节课。每种脑性麻痹、过动或者是自闭症等等的囡仔，无介意便宜器材复健的方式，较爱甲马互动。不过龙潭马场目前无适合要设来场地，若要上课就要看天气。目前马场在经营上面其实也是很挑战的，因为这是一个高人力、高成本的活动。但是马匹带给他们的，无论是生理的改变跟心理的改变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身心障碍囡仔上骑马辅助的课程，除了需要合格教练，还佫需要专业的物理治疗师。不过，这项人力甲成本拢真悬的活动，教练讲营运的费用拢爱靠募款，加上台具无悬，专业的人员要培养嘛无简单。对马场的经营来讲，挑战是真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